Jenny 要11係咩？泰安啊！我要布文莫雷拉，我要2、5，咁咪要埋佢隻田泰安啦，要埋佢隻午夜快車。5號有6.9，將前3係2、3、9、10、11、12。1號開心宇宙梁家俊，曾勝同程，不過上次跑第10，所以冷咗啲。2號海明神區咧，上次跑第3嘅原班人馬灰馬嚟嘅，但係贏好少嘅海明神區啊，即係取勝率好低嘅。1號開心宇宙，2號啦，呢隻布文海明神區，但係因為咧佢即係唔換人啊，全部喺翻晒度。上次夜一倍跑第3咁，今次咧就係好似一個好理所當然咁樣，係一隻熱門咁樣啦。但係佢嘅取勝率係唔夠，即係唔係贏好多次嘅。初跑此情，即係起碼譬如9號精明選擇隻艾少禮好好㗎，艾少禮係贏過2次㗎，兩個第一，一個第二，一個落地咁樣咁啊，艾少禮啲好好㗎嘛。1號啦，影住呢隻開心宇宙梁家俊19倍。而家4號有綠燈，4號咧就係盈益線奧爾文，啲奧爾文嗰場跑嗰隻咩加嗰隻，都唔見佢，從來未接近打匹。11號田泰安呢隻幾好啊，呢隻上次跑第1，不過係泥地1650，而家係泥地1800。7號而家有啡格添，咁快啡格唔多老禮嘅。7號啡格係啡格都唔俾你睇到啦，係咪？2號海明神區灰馬上場就係跑泥地1650，布文夜一倍跑第3嘅，睇下1800米係咪好啲啦。5號咧精彩動力莫雷拉橙色，5號仔咧就係入過1次第3名。10號艾利奧次次都放頭嘅，差不多睇佢幾時斷嘅啫，好多時候都斷，突然間有次唔斷咁啊，俾佢爆冷啊！真係艾利奧而家係7倍，唔冷門嘅話，艾利奧而家係10號仔係6.9，哇！啲飛有飛嘅馬咧就係2、3、9、10、11、2、3、9、10、10，跟住要11、11、1要開心宇宙，我要埋佢隻田泰安啦，我要布文拉泰安咁樣。而家已經踏正60分，應該開跑㗎啦。而家先開始入閘，出道至今變化地上名馬係250嗱，對住呢啲係幾好啊！呢個台啊，講啲數據俾你聽，濕泥地上馬嘅250，我有25啊，就係我都參考佢㗎嘛。10係咩？10係田泰安啊，就係呢3隻啦。Jenny 要10，我要25啊，即係睇係咪啦？Jenny 要11。11，佢唔係10，佢有10，不過唔係擺第一咧。第一係佢要隻午夜快車田泰安，濕泥 OK 嘅，濕泥好賽績嘅就250，睇下準唔準啊？買概率都幾好㗎，即係唔係話你中意唔中意啊？買概率。3號仔入咗啦，行緊埋去隻13號嘅保羅輝煌，保羅輝煌都幾好啊！從未落地最叻第4，講晒啦，從未落地最叻第4。
4號位嘅係咩啊？4號位嘅係精明選擇艾少禮，艾少禮幾好啊！艾少禮隻馬贏過兼上次袁幸堯跑第一。好啦，灰馬布文海明神區最後入閘。賽事4班18泥地大熱，暫時係2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就係呢隻精明選擇灰馬紅衫嗰匹啊。午夜快車外邊咧就走上去啊，出邊有保羅輝煌啊，最出紅黑直間衫艾利奧啊，第5位有超加加埋邊進佔第5，黃衫呢就開心宇宙啊，咁啊大約跟守住個內欄第7位嘅馬匹咧有飛躍星盤啦，中檔馬林裏邊橙衫咧仲有精彩動力啊，出邊啊孤峰潛影大約響個尾6嘅尾5位置加州星馳啊，後邊個5匹馬盈益線北海道啊，尾位置係海明神區，暫時殿後係光明傳承嚟噶。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啦，精明選擇咁啊擺咗喺前面放啦。午夜快車係外邊跟啊，第3位噶嘛，埋邊有開心宇宙黃衫嘅，出邊保羅輝煌第5位超加加，內欄第6飛躍星半係橙衫嘅，出邊紅黑直間衫咧艾利奧放唔到喎。馬林裏邊咁啊，大約第8、9位到啦。黃衫有精彩動力內欄加州星馳啊，後邊個5匹馬孤峰潛影，粉紅衫尾4係北海道啊，尾3內欄呢盈益線啦，灰馬尾2紅眼罩有海明神區啊。殿後個馬匹咧都仲係光明傳承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精明選擇仲有少少嘅優勢嘅。午夜快車咧外邊已經係逼緊㗎啦，埋邊有開心宇宙啦，進佔第4位係超加卡，埋邊第5位有飛躍星盤啊，橙衫橙帽攞出去外邊係精彩動力啊，後邊嗰陣啦，孤峰潛影外邊唱嗰啲啦，咁啊響後邊咧咁啊紅眼罩出邊追咧仲係海明神區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埋邊精明選擇佔先嘅，開心宇宙就逐步逼緊啊，緊隨其後㗎嘛。外邊有超加加，入邊追上嚟有飛躍星盤啊，最出係精彩動力啊，最後100零米，開心宇宙透出咗飛躍星盤一路殺緊上嚟，埋邊開心宇宙出邊飛躍星盤，飛躍星盤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開心宇宙。哇！個布文咧，隻影都冇，沿途跑尾，莫雷拉而家先知5號仔先走上嚟。14號咧就飛躍星盤，哇！班德禮又爆冷門，1號都好冷嘅喎，1號都係10幾倍嘅喎。14號呢場 Q 4位數字起碼，然後先至到3號超加加金城局，然後到莫雷拉夾5號9號呢啲啦，仲艾少禮喺頭啊，艾少禮一段帶咗一段啦，帶咗成1200米都有。班德禮哦爆冷門啊呢場。14-13 Jenny 又揀1啊，不過唔係擺喺前頭。嗰啲濕泥地 OK 嗰啲冇晒影嘅啫。9號帶頭，9號仔呢隻馬咧叫精明選擇艾少禮，上次咧跑第1嘅，係袁幸堯跑第1嘅，然後咧11號嗰隻咧叫做午夜快車田泰安。Jenny 又有揀，我又有揀嘅。Jenny 又揀田泰安啦。好啦，跑到呢度咧就係艾少禮嗰隻叫做精明選擇帶頭，你睇布文呢隻馬啫，都唔知係咪跑馬嘅，真係。佢可以話咧係1650好啲，1800唔得，佢可以咁講啊，初跑1800。而家睇下季尾仲有冇縮1650俾佢跑下，泥地俾佢跑下。11號咧就係午夜快車田泰安，然後咧就1號開心宇宙黃色衫梁家俊曾勝同情，不過上次第10，今次發威爭啲贏到。跟住13號呢隻咧藍色就叫保羅輝煌，從未落地最叻第4，跑到呢度而家隻3號超加加喺外邊衝上嚟啦，我都以為佢有份，都有份第3名。你有海明神區喺呢度啫，真係啊！你係衝你拉出外邊衝啊嘛，真係有。佢話唔識跑1800，好梁家俊而家上嚟，以為贏得㗎啦，以為贏得，點知14號候住佢，你一喐佢又喐咁。14號呢隻馬叫做飛躍星盤班德禮，
好冷門嘅，贏一條馬頸，由先至做到3號超加加，買唔買到啊？你話啲呢啲菲斯馬房，菲斯馬房，睇下彩池先啦，睇下彩池 capture 埋嗰個電機先啦，係嘛？電算機嗰個鏡頭好少嘅啫，真係9號灰馬呢隻9號係有，反正海明神區影都冇。5號係莫雷拉啊嘛，9號係艾兆禮啊嘛，321蚊獨贏，2466蚊 Q。104,629蚊3重彩，哇！1、2、3號都冷門，3號多啲飛，由9號就多啲飛啦，即係艾兆禮。咁你一間又唔好買冷喎，即係你買冷佢又開熱，買熱你開冷，你買死一種，你長期買冷門，冷門都好難揀嘅喎，冷門都有幾隻嘅喎。睇下仲有冇鏡頭？冇啦，爆冷啊呢場！